来关心医护人员的心声，这个护士工会进前反映讲，因为脚手无够，基层医护人员唔敢做体检，明明本身已经确诊了，都要照顾为着病人。也毋过，卫福部长陈时中一句无体检就未确诊，互医护人员对中央真不满。今日陈时中立法院被问到这件代志的时，伊嘛真无奈地讲，医护人员人力增加真有限，也毋过会持续监测医护人员的健康。伫立法院答询的时，面对确诊了后已经恢复健康的民众党立委蔡碧如，两人讲的却是解分，到底是安怎？做来看卖。你有食薰嘛？吼？这边迄落哦。没了，你没戒烟啊？讲得很不确定啊，这迄落是什么意思？迄落是啥物？卫福部长陈时中参加卫环委员会，面对确诊拄恢复的立委蔡碧如，煞互问到敢解分啊？咱要戒烟，还是你用个食，继续食？多少你可以忍受？无迄同我无关系啦。同你无关系。像你委员有关系差对不对？啊无啊对不对？在问你，不是问我。但是推动这个烟害防治法这个过程中，我一定要戒烟的。推动烟害法嘛，要做互大家看。不过部长该负责一直咧谈的本土疫情。对，因为我们要对政策跟疫情，我们是要负责的，不是讲我们开了送台欢喜就好。防疫袂当放伤灵，搁放甲伤紧，但是中解说讲爱豆豆放零难免会修改，其中密切接触者居家隔离对3+4改做0+7，我甲认为咧独立保险。我在做政策不会啦。我很清楚的。苏志雄苏志雄是阮基层的吼，这个吼真正是用甲真乱啦。承认防疫保单真侪乱象，毋过毋若买保险的民众，医护人员嘛伫咧做工课，因为人力无够，毋敢做体检。但是中所回应无体检都未确诊，引起医护人员无爽快。护理人员哈或医疗人员，我讲就本来就这么多嘛哈，要来培养护理人员或新进的人员都不是那么的快。好，我相信医院对这里面的医护人员的健康状态也都是非常的关心。人无够的问题，目前也无解封。面对真侪人确诊，基层真辛苦，嘛互中央头壳莫咧笑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